位的将军，在这个城楼上的滋味如何呢？哼，臭反婆啊！伊毋免带我甲阮口角笑。今仔日你将阮五个兄弟啊，绑踮这个城楼顶，互阮一个歹看，这个冤仇绝对要甲你报。哼，敢讲你有迄个本领，逃出本宫的掌握之中？是我了无？你嘛是讲你咧真无了？你是用着迄个蛇孙仔甲阮掠着啦？你若有才调甲阮放开，一刀对一刀，一枪对一枪。我你狗人蛮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搁敢对阮公子无礼，我就向你先断掉。毋是还啊，臭反婆，毋是还啊！讲啊！你若讲我就你出咱挂断。我讲你咩嘛？死不拉仔，臭反婆，臭反婆！我你狗人蛮你啊！八中天，公子，这狗人蛮诬告兴兵犯界，假官斩将，又搁用污言来骂公主哩，不知高好心将你开刀处斩。魏延子，是。五位的将军。如今宋军已战败，战官论罪相代台。恁若听我的劝解，道行无盲便受灾。我天条大将。条可断咯，我宁可断条，不来行还。你呢？被擒生死，我不管，我替你赶紧，莫要来何还？勇敢，勇敢！那你两位敢讲都唔惊死死啊？混咯！哼！迄那我你义哦，也我场中头长也唔强来顺从。你若要叫阮投降，你休想，免害着开刀，免搁参详。你免开嘴呀！来问我兄弟讲话，敢会唱啊乖？我有你袂抬，也袂久啊！我这个老强老早，就无会想啊我。反婆啊，你也免踮咧阮的面头前，搁安尼典威啦。啊，免想讲掠着阮五个，好啊，你都安尼真下败啦。你都爱知影呢，若阮大哥得逞元帅啊，论武艺比你强，论法术也比你悬。要若互伊统兵一个交吼，哈哈！我看恁遮随个啊随个啊，敢安尼甲恁剁菜头咧，死到杀到你片甲不留。哦，恁认为狄青有迄个本领来救人心？安怎？哦，你想我无才调哦？喂，你这个臭冤婆啊！啊，你明明是无听到风声呢哈！若是讲阮狄元帅吼，伊相当是力斩王天华，抑搁吼伫南清宫收妖怪，无啊，伊即个英勇的故事，你大概无听到的款哦。哦，力斩王天华，也捌收过妖啊。啥款？惊着也死！臭反婆啊！老实甲你讲，阮大毋是安尼尔哦，曾经伫咧金灯夜馆收服妖怪，也搁伫咧大龙山多战战天龙，只写朱老菜嘞。启禀公子，这高人办，花招不法，留置何用？不如将伊杀。万家，
台用，等掠着狄青了后，就斗阵台。是，压落去，哪里啦？将压落去。是。压落啊嘛，来遐看凉的。走。走去行了，莫车了。走。想袂到，中原的将士个个拢是骁勇善战，尤其是迄个狄青。会记得昔日我在罗山夜城特别下山的时阵，师父捌甲我讲过。道理，你虽然生在东藩，但是你心属中原。道平之日就是你婚姻之期，你甲中原名将狄青有宿世良缘。今日一见狄青。看伊生成一副的英雄气概，莫非伊误入神仙谷，就是天意的安排是？天明公子，南蛮元帅狄青已经率领大军到下下，救官突进。狄青，公子，是我出关。擒拿狄青，唔免，今日无要出兵，容易攻关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要看狄青有多大的本领。假使今仔日伊若破不了关，明日本将才亲自出兵，将伊生擒活掠。哈哈哈！家世相连，事实是本定。狄青，今仔日你已经被擒了，你还有啥物话通讲哈？狄青虽是高翻州先生国，将经也向恁来伫道歉。如今被擒，要台要国，偏在要你，有啥物话通讲？公子，狄青无端犯戒，理应车斩，以为上君。咱才是。狄青，你爱本将杀人，这并非是难事。我是替你可惜呢。你这样的少年就抛下你的双亲以及妻房，安尼敢未免伤过无负责任哈？对面，死反婆啊！哼，狄青夫死无存，还阁有长者伫遐奉养，妻婆未娶，有啥物牵挂？要抬就抬嘛！你也未娶啊？万岁！这是阮公主伊的一番好意，为你准备好酒好菜，你食看卖。阮先生哥的口味是毋是原来袂歹？哼！什么人要食恁番邦的物件嘞？给我摕来过来！这是毋使好。
啊，连大哥你也去互掠啦，啊，等这些饲草地啊！蝶青相互调调，后悔内面，就算讲我会当走出去，也无面火烧啦。哎，迄是啥物气味？大哥也够酒菜通食。啊，好了诶！加目加咯。对啊，哪有诶？抓！现在恁伫创啥物？要啦，以后足济工诶。要食啦！安尼袂少环保物件恁若要食？哎呦，4、5天无食了。大哥，你毋知影，我领着掠入这石落来，3顿拢凊饭凊菜，实在无法度人食，大家枵足济工诶啊！啊，关税啊！你管你3、7、20日，巴肚枵到要死，食者嘛做饱鬼。迄只鸡头咱甲煎过，等